咧，你死硬啊！話你知啊，你人生咧一定係斷六親啊，冇飯食啊，瞓街啊咁樣嘅。藝人玉美做咩事咁嬲呢？嗱，唔好誤會，佢並唔係鬧緊佢嘅男朋友林作，其實係講緊一宗全城關注嘅虐狗案。一隻都柏文 BB 俾人剪咗隻耳仔，更加喺8號風球當晚被遺棄喺公園，最後死亡。一直有做寵物義工嘅玉美都忍唔住同星島申訴王鬧爆虐狗狂徒。咁我睇到佢隻耳仔嘅時候咧，我係好心痛啊！點解耳仔俾人縫到咁樣咧？仲要唔落麻醉藥，咁已經係過咗幾個鐘之後就佢已經係支撐唔到就走咗啦。所以，我覺得最唔能夠原諒嘅就係虐待小動物嘅人，我係會癲狗咁樣，我會走過去打佢。一直勇於為小動物發聲嘅玉美話，近幾個月好多人以移民、失業、經濟壓力等等嘅藉口棄養小動物，甚至喺紅雨、黑雨期間掉低啲寵物喺街自生自滅，變相減低毛孩嘅生存機會。你做得主人嗰一刻麻煩，你又堅持到底，負起你嘅責任，你係一個唔好心地嘅人呢，其實個天會10倍奉還俾你嘅。林作就話一定要嚴懲虐待同棄養動物嘅人。我係好相信嚴格懲罰，一錯佢就明啦，就會得嚟一個道德上面嘅喚醒。有份號召救援行動嘅義工 Debbie 透露，香港有啲狗場同寵物店為咗賺錢，會不斷繁殖各種貓狗買賣，一旦有病就會掉晒佢哋出街。亦都有內地嘅寵物店走私寵物落香港，遇到截查就會掉晒落海逃走，行為令人髮指。我哋試過接到一隻狗狗喺繁殖場出嚟，就已經打咗針去催情，想俾人摁，佢哋就會不停咁去上交配。一直關注流浪貓狗健康嘅獸醫羅永年就補充話，一啲養狗仔嘅傳統做法，例如剪耳、剪尾等等，對狗仔嘅傷害其實都好大。通常喺 BB 狗，佢哋大概7至8個禮拜開始做嘅，絕大部分耳仔入邊咧係軟骨組織嚟嘅。耳仔嘅軟骨組織未完全成型之前咧，咁你就揾啲硬物啦，而家紙杯啦，咁你等佢生嘅時候，咁你咪可以按住嗰個 object 生，會好唔舒服嘅。羅醫生話，香港棄養寵物嘅情況越嚟越嚴重。墳場咧其實係甚多流浪狗嘅，而且之前有好多建築地盤嘅。佢哋有需要可能養住啲狗仔同陪住佢哋返工，或者佢有各種原因啦。咁但係一旦佢哋個地盤工作完成咗之後咧，咁通常嗰啲狗仔唔會帶走㗎啦。我好想強調一樣就係大家養動物之前，其實嗰個初衷係咩先？你如果係養動物係想屋企有個盤嘅，咁真係要負返個責任啦，做個好主人啦。如果大家發現身邊有虐待動物嘅事件，記得向我哋星島申訴王報料。你申訴，我跟進，揾91999933，星島申訴王隨時候命。